以专教山中读书，作者魏应物，金雕滚在岭，不念山中客。干地宿经心，归来煮白色。玉池一瓢酒，晚为红乌色。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迹？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挑选的视频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视频。